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宜兰的二结，当地潮农文化馆是县城的古迹，展览着各种潮美的样品，甲传统农村种植的家私。但是过年正月初二，讲有亲子团体来参观的时阵，大量共破坏，甲规个展览区是母甲乱糟糟。负责人甲相片放去里面册，希望家长甲学校应该爱更加注重公民教育。 展览品规个东岛西歪，就亲像稻插头，竟然发生在咧宜兰的县城古迹——立个潮农文化馆。有好几杯，然后有一袋米在中间哦，你再重新再布置一次。伫咧过年初二，有亲子团体来参观，不过敢若无管好囡仔，互展览区防严重破坏。主办单位自本想要互民众愈了解美的文化，用体验的方式，将展览品互糟蹋，互管理的基金会真切心。基本上我们是让大家自由参观，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观众算蛮有素养的。 本来分类好的展览品，即马全部人做伙，现场无监视器，伊嘛无按算提告，即马家己当慢慢甲家庭分类，嘛希望学校含做人老爸老母的，拢爱甲囡仔管好好，较袂阁发生共款的代志。